我现在来到了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压家比赛决赛现场。压家又称大象拔河，是一种趴着拔河的体育项目。压家在西藏等地广为流传，压家比赛有着上百年的历史，来源于牛拉犁时奋力向前的劳作过程。每逢节假日或农闲时，在牧场或田间，人们常常把背带或腰带连在一起，以游戏的形式练习或进行比赛。压家不是单纯比拼绝对力量或体重优势的项目，耐力、体能分配策略和动作技巧也十分重要。压家比赛，运动员按各自体重参加规定级别的比赛。比赛是由2名运动员在比赛场地上将一条长绸布带做成的圆环分别套于颈部，带子从2腿间通过，四肢着地并背向对方，向自己的前进方向用力，以一方僵置于2者之间的坠条拉过自己一侧的决胜线为胜利。1999年，第6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压家列入竞赛项目。